大家好啦，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會講下 FBI 咧會唔會趕上希拉里啦。今個星期咧有好多嘅經濟事件會發生嘅，中間央行舉行議息嘅會議啦，分別有日本啦、澳洲啦、英國啦同埋美聯儲，亦都有多個咧美國嘅重要數據同埋多位嘅美聯儲官員講話嘅。需要咧比較重點關注嘅就係第一啦，英倫銀行同埋呢個嘅英國嘅高等法院咧就呢個英國嘅政府係咪有權啟動50條有初步嘅判決啦。第二咧就係美國10月份非農業職位數據嘅。雖然美聯儲咧11月2號至3號咧會舉行呢個議息會議啦，但因為好近呢個11月8號嘅美國總統大選，市場咧普遍預期咧都唔會有任何嘅改變㗎啦。最快咧都會喺12月嘅會議上咧，等呢個美國總統咧有結果先會有行動嘅。咁根據呢個聯邦基金利率嘅交易數字顯示啦，投資者預期咧12月份嘅美聯儲加息咧嘅機會係高達80%嘅。咁距離呢個美國大選咧，其實仲有1個星期時間左右嘅啫。就算咧目前有幾多嘅民調顯示希拉里有幾優勢幾好啦，但係市場咧亦都會有戒心㗎，因為好似上次英國公投咁樣意外咧，亦都會有發生過嘅。當時咧英國脫歐咧公投民調咧，亦都係顯示留歐派一定有優勢㗎。反轉嚟講咧，其實代表個美元上行嘅空間咧有一定嘅限制嘅。由呢個9月尾開始啦，美元嘅加息預期咧持續都係強勢㗎，反映美元咧隨6隻主要嘅貨幣匯價嘅美元指數咧踏入咗10月之後咧反覆向上，由95啦升到10月25號嘅高位99.1069嘅，最近咧就回吐翻98.3266嘅。但根據呢個數據咧，由2003年嘅9月開始啦，美元指數咧每次升到100之後咧都會掉頭㗎。經濟基礎上面咧，其實美國連續咧加息嘅能力都唔高嘅，要突破100整數嘅關口咧，其實唔容易嘅。所以咧，重要嘅指標咧就喺美國大選之後啦、加息前夕啦，同埋美元指數升上100嘅時候啦，應該都有壓力係最大嘅。亦可能咧喺短線嗰時見頂嘅時候咧，向來咧同美元背道而馳嘅金價咧居高不下，表現出一個唔錯嘅抗跌性啦，同埋之前嘅分析咧亦都配合嘅，所以建議投資者咧目前可以作好一個準備啦，等金價再回調嘅時候吸納嘅。講一講美國嗰邊嘅選情先。上星期中午嘅時間咧，美國 FBI 咧就發信咗去國會啦，表示會重新開始調查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嘅 email 喎。FBI 咧喺呢個美國大選仲爭1個星期多啲嘅時間舉行一個咁關鍵嘅時刻啦，突然對希拉里發動呢個追擊喎。咁其實 FBI 係咪發現到一啲最新嘅資訊唔可以唔查呢？咁另一個方面咁樣去諗啦，而家情況就顯示咗啦，就算希拉里做到呢個總統啦，亦都好似許先生咁樣，就係阿克林頓咁樣啦，就算係總統咧，都逃唔過呢個司法嘅部門嘅調查㗎。咁咧，其實將會咧係超級影響佢個公信力啦，同埋個施政能力嘅。如果佢做咗總統嘅話，呢個時間咧忽然傳出咧對希拉里不利嘅消息啦，令到呢個黑天鵝出現嘅機率咧又增大咗咯喎。市場咧最唔中意唔確定性㗎啦。呢個消息傳咗出嚟之後咧，美股咧即時由升變到跌啦。道指咧喺幾分鐘內咧急跌咗150個點嘅，由原本升75個點咧變到下跌75個點嘅，完全抵消咗美國第3季嘅 GDP 增長2.9%。2014年中咧以嚟最快增速咧嘅利好消息啦，同時間黃金由當時嘅1262蚊啦急升近3個星期嘅最高位就係1285蚊嘅附近啦。咁未來1星期啦，全球大部分嘅重要市場咧都會變成呢個選舉市嘅。將會隨住呢個選情消息變化炒上落啦，而最後1星期咧最可能爆出一啲好重要嘅壞消息啦，相信都係希拉里嗰面㗎啦。避險買盤咧正喺度等待緊呢個機會，可以講一講技術嘅層面先。黃金嘅方面啦，基本上咧係推動咗價格嘅波動啦。技術分析咧會把握咗個方向嘅。呢2個星期不斷提示咧就係下方1250蚊咧，如果唔下破咧都會睇上為主㗎。上星期五咧最高係1285蚊附近啦，目前價格咧都喺呢個1266蚊至到1285蚊中間來回㗎。短線支撐咧就1270蚊至到72蚊嘅附近啦。
手穩傾向上市咧就係1277、80、82蚊嘅阻力啦。突破向上咧就係睇1290至到92蚊，甚至係97蚊嘅。短線支撐咧係1260、1250、1240。如果有意外咁樣下破咧，都係睇翻之前所講嘅下一個支撐咧，都會係1220蚊同埋1200蚊附近。咁我哋都講一講白銀啦，白銀咧最終咧都係會突破咗呢個17個7嘅阻力㗎，會唔會追翻之前落後黃金嘅步伐咧？目前咧短線操作方向咧係唔變嘅，操作都係以多同埋揸為主嘅。下方短線嘅係17個7嘅短線支撐啦，守穩之後咧就睇18蚊至到18個2嘅。好，今日就係咁多啦，咁下星期同大家再分析啦。